面卡 add 加 added 增加 added 加 added 加法器 addicted addiction 沉迷 addiction adding 沉迷 adding 相后 apathy 混同 可以转了，可以转方向了。从这边进去已经安装好了，从这边进去找到有个一定在后面的了，新安装的在后面，在这里ENG CHI English Chinese 的英汉 Dictionary 啊，英汉字典 YouTube 英汉字典，按住然后拉到桌面，按住拉到桌面，在这里，在桌面在这里，在桌面这里，点按进去，点按进去就是这样。安装当然要去那个档案管理那边进去找从电脑操作存到那个手机资料夹，手机记忆卡资料夹。用手机的时候去找到档案管理的资料夹，点找到以后按2下就会安装了。如果因为设计怕那个中毒啊，不能安装，就要先允许它安装，先开放允许它安装，安装好就是找到就是这样。从萤幕最下方6个点那个进去那个程式库找，新安装的通常在后面右边右下方等等，找到水蓝色的上面有 GO 的英文字，看那个档名正确。ENG 就 English， CHI 就是 Chinese 英汉，然后 DIC Dictionary 字典，英汉字典简明，好几简明英汉字典。在 YouTube 的网络影片有50部播放合集的影片播放清单，按这里，按上面的超连结进去，上面的影片播放完就会播放这个下面这个就是合集的播放清单了，50部合集的播放清单了，50部合集影片播放清单了。按照字首，按照英文字首，按照英文字母的字首，按字首按照英文字母，字首的字母啊，按照英文字母顺序排列的取档名啊。你这个送上去又没有办法按照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排顺序，自己找从这50部影片呢合集的播放清单里面去找。比如说上面是 A， 上面设计是 A 的然后下面声音是要调大声。A 字首 A 完了，然后可以找那个字首 B， 这里还有 A 的，有的太长了，分2部分了。A 看完了要找 B 的，就从这个播放清单里面去找。
啊 B 啊，有看到 B 吗 ？B 在这里，B 在这里啊，找到 B 了，不然就让它自动播放。现在正在播放，这个按下去，这个 R 这个符号按下去，这个 R 这个符号按下去，啊这个符号按下去啊，有那个详细的解说啊，重要的还有这个下载资源，还有这个下载，还有这个下载资源，还有这个下载资源。有的还提供那个下载手机APP 程式，再按一下就关掉了，再按这个记号就关掉。然后这个影片按一下，影片画面按一下，这有这个符号就是要全荧幕，全荧幕这样看太小，再转一下，这样转一下。正常的话它会转，正常的话它会转，按一下画面，按这个全荧幕，把它按，把手机拿上来，手机把它移动一下角度上来，角度把它移动上来，像这样要立起来站起来做那个动作，它就会把那个荧幕变成左右方向播放，这样影片就看起来就很清楚，字都很清楚。太久看的是很辛苦。有些可能是换的还是巴利文，它就没有办法翻译成中文，就照着念了。在网络搜寻 EGO-APP， 它可以在线上制作手机 APP 程式这个软体，然后在手机所有都可以用。台湾图书馆呢也可以参考这个。